雄昨昏空气品质是真歹，有几内空气品质的测站拢出现柑仔色的灯号，甚至有的所在已经达到红灯。因为拜六明仔载拜六礼拜天气要反寒，到时南部的空气品质会愈歹。摩天轮舞拢看袂清楚，这是因为大环境东风加海峡广热气流，地势大气较湿湿，透早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，产生辐射雾，热温搁压制大气扩散，地势污染物累积。高雄中昼开始，差不多所有的空气品质测站 AQI 达到柑仔色提醒，福兴小港甲大寮山的测站连续到红色警示。看过去那边雾雾的啊，对啊，如果是空气品质好的话，就是像。出来就会感觉很清晰。空气歹，唔来影响视线。到中山五福高速路口，一寡骑机车人、行路的人拢挂喙暗，家长嘛烦恼空气污染影响厝内过敏儿。他就是会打喷嚏啊。喷水车沿路泉水减少土粉，高雄市环保局嘛提早13通知中钢中油这工厂降载减排，再去原来派人到工厂检查防治设备，通知辖内的大型排放源执行降载减排的措施。那今天呢，也持续的进场进行查核，并通知辖内的大型营建工地加强相关的防治作为。那也执行了交通员的路边拦检及拦查的作业。午后各7站的所在陆续降低，暗过礼拜六全台湾变天，东北风增强了后，伫较风尾的高雄扩散条件嘛较差，空气品质恐惊会阁变歹。环保局原来讲，秋冬天大气环境变化多，会持续监控来做因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